歡迎嚟到明心口腔手術室。呢度係我哋嚴格按照國家醫療標準搭建嘅現代化手術室。等我哋一齊走入呢個專業、安全、衛生嘅手術環境。首先，我哋見到嘅係患者通道。患者喺進入手術室之前，需要喺呢度完成更換手術服等準備工作。喺進入手術室之前，我哋一共要經過3道隔離門，確保手術區域嘅無菌狀態。跟住我哋進入嘅係醫生通道，醫生會喺更鞋區更換手術鞋，喺更衣區更換洗手服。進入到接勁室，醫生會喺呢度進行外科洗手。外科洗手之後，醫生就唔會再用手接觸任何開關，我哋會用腳踏形式打開道門，咁樣成個流程確保咗我哋手術團隊嘅專業性，確保咗我哋嘅手術安全。而家等我哋行入手術室，你見到嘅係我哋成套價值8萬嘅手術設備，包括 L5 無影燈、醫用吊塔、心電儀、復甦儀、空氣消毒器等等。呢啲高端設備確保咗手術嘅精準同安全，令到明心口腔成為深圳唯一一間使用大外科手術設備嘅口腔醫院。手術後嘅醫療垃圾會從呢邊嘅污物通道直接送到醫院外嘅醫療廢物暫存點，保障咗成間醫院嘅衛生安全。明心口腔手術室唔單止擁有先進設備，仲有嚴格嘅衛生安全管理。我哋致力為每一位患者提供最安全、最專業嘅口腔醫療服務。多謝你嘅關注。